做咩啊？做火燭啊？唔係，冇晒信封啦。啊，冇晒信封咋嘛？誒，做咩呢度出現㗎？你啱啱瞓到咕咕聲，梗唔知啦。係咩？你啱啱話冇晒信封係嘛？係啊。好啦，等我幫下你啦。好啊。首先，將一張 A4 紙摺成一個直角三角形，然後剪走多出嚟嘅長方形部分，跟住再將紙嘅左右兩邊摺入去，然後將底部嘅三角形摺上去，用漿糊黐實，最後再將上面嘅三角形摺落嚟，一個信封咁就完成啦！信封睇落去白雪雪，乜都冇，不如整個雪人圖案上去啊！用畫紙剪出雪人嘅眼、耳、口、鼻、頸巾同埋鈕，黐上去個信封度，睇下，成個信封即刻可愛晒啊！送俾你噶。原來俾我㗎，真係好感動啊！等我錫翻你一啖先啦，咁抵死。